你知唔知道煤氣公司喺2025年12月有一個殘疾人士煤氣優惠計劃啊？而且10年之後可以再續呢一項嘅優惠㗎。記住以下嘅申請資格啦，你要係煤氣公司嘅用戶、申請人或者同住嘅其中一名直屬嘅親系呢，而家係領取呢個綜援嘅，而且同時係殘疾程度達到100%，或者需要呢個嘅經常護理。所謂100%，即係高額傷殘津貼啦。大家申請咗呢個計劃之後呢，就會有以下嘅優惠㗎啦。每個月首500兆焦耳即10.4度嘅煤氣用量呢，會有半價優惠，仲會豁免保養月費、每月基本收費、按金，更加有免費嘅煤氣爐具維修服務、優先預約維修服務，更可以享用每年煤氣嘅爐具同埋呢個喉管嘅安全檢查。申請人可以帶同相關嘅證明文件前往各審核中心去辦理手續嘅。咁相關文件就係呢個殘疾人士登記證啦。而審核中心包括有灣仔、中西區、黃大仙、油尖旺、深水埗、油塘、觀塘、西貢、荃灣、沙田、屯門、大埔、北區、東涌等等，總有一間喺左近。但係有點大家要記住嘅就係，如果你搬咗嘅話你要喺新嘅地址重新申請㗎。